南台灣上有指標性的商務交流盛事 INW 國際人馬交流日，對2018年開始由 BNI 台南市區舉辦，透過系統化引薦流程，成功替在地企業打造實質的經濟來循環甲國際合作連接。今年活動宣布將在10月16日來登場。這次是第6屆，那我每一年都有一個主題。那我們今年的主題叫做用夢想組建團隊，用團隊來實現夢想。所以我們在這個交流的過程，彼此會分享彼此對事業的夢想。那我們透過團隊的力量，互相的交流，來協助大家完成彼此的夢想。今年有請到一位企業管理顧問，就是我們的陳忠杰教授。那不只是在商務上的對接之外，那我們也希望給這些商務人士呢，就是新的一些商業上的一些思維。這屆以台南文化國際人馬跨界信任為主軸，促進文化甲產業的跨界合作。除了大師講座之外，也規劃產業電視區跨界合作媒合會，提供參與企業對接機會。我們每一年在這裡創造的商機就是20億左右。今年大概是20億，然後每一年都會增加。那我們12年來，我們在這裡從沒有到現在將近600位，我們的引薦金額已經超過100億了哈，100多億了哈。那也逐年在增加當中，所以我覺得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商務環境。到達已經促成超過100億的引薦成交金額，600位跨界企業主甲商務領袖，將替南台灣企業助力傳承轉型甲產業經濟升級的動能。台南新聞所在採訪報道。